早晨啦，今日同大家嘅禱讀小秘訣係講到口開、心開、靈開嘅重要性。特別當我哋敬拜神嘅時候，除咗用嘴唱詩、用耳仔聽道，仲要真正地讓你整個人都口開、心開、靈開，咁樣我哋先能夠真正經歷神嘅同在，同埋聆聽到神的聲音㗎。咩嘢叫做口開呢？即係當我哋唱詩或聽到感動嘅說話時，唔好吝嗇地去開口說出阿門，呢個你對神嘅回應，亦都係你嘅信心表達嚟㗎喎。For example, 疲乏的，他賜能力；軟弱的，他加力量。阿門。阿們。阿們。呢個就係口開嘅意思啦。當我哋開口嘅時候，心靈都會同時被喚醒嘅。咩係心開呢？就係要敞開你嘅心，唔好讓過去嘅憂慮或不安攔咗你嘅心，俾神嘅話語能進入我哋嘅心中，讓話語帶進平安喺心入面。就好似腓立比書4章咁講，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。For example, 疲乏的，他賜能力；軟弱的，他加力量。是的，主啊，我願意敞開我的心，求主話語光照我。呢個就係心開。當你嘅心敞開，神會親自對你說話，鼓勵我哋嘅生命。最後就係靈開，讓聖靈在你嘅靈裏觸摸你，不要壓抑你嘅感動。當你感到神正同你說話嘅時候，回應他吧。你會發現，神會帶來新嘅啟示同力量，正如以賽亞書40章咁講，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。重溫今集重點，口開就係要開口回應神，例如用阿門作回應；心開就係敞開你嘅心，讓神的話語進入並帶來平安；靈開就係讓聖靈在你裏面運行，不壓抑感動，讓神將新啟示放喺你嘅生命中。快啲約定小組組員一齊操練啦，加油！